好，来，今日头先等下台湾来看南投，今仔日增加2例确诊的病例，南投县政府有上新的说明。今天南投县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告是有2个案例确诊的病例哈，但事实上因为我们昨天已经先行把一位确诊的个案，在昨天我们用阳性个案的方式来说明哈。事实上，我们今天应该是增加1例了哈，不过我们总人数的还是不变了哈。那按1446这部分是我们昨天讲的是埔里的一个个案哈，就是31岁。那昨天是他是我们昨天是一个阳性个案，但是中央流行指挥中心还没有经过确认了哈，那今天已经确认哈，所以一个14406是我们昨天的阳性个案，还没有暗号的那一个哈。那今天我们新增的是14487这个哈，这个刚刚她是一位67岁的一个女性了哈，那也是在昨天哈她是跟14227，也就是彰化县的一个传播链过来的一个宗教人士有所接触哈，那这个今天公布了14487这女性的这一位的个案哈，是有接触，然后昨天我们启动在竹山地区社区筛检的时候，她到傍晚到我们的那个沿河里的筛检站去筛，结果是快筛是阳性哈，那随后我们就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去做核酸的一个检测哈，那到傍晚的时候确诊的是一个阳性的个案了哈。然后昨天我们的通报中央流行指挥中心今天纳入一个暗号是14487哈。那目前这个个案的状况，它是有头晕，还有喉咙干、口渴等等的相关这些症状了哈。那不过昨天我们确诊之后，已经连夜把这一位14487的个案送到集中检疫所去收治当中哈。那同样的匡列的接触者是有2个人了哈，就是他的儿子，还有一位非同住者哈。